因为刚刚的对战的当下，裁判老师比了2次发球的手势，其实我是有些惊讶。白赛退场休息，进场是游旭之中。 想找人没有找到，白萨3分线在超向前的法则 ，Beater。慢慢一个身体对抗，最后他没有摆进去，但是队友在摆进去发生失误。可以看到 A 球点的漂亮，但接球的成